早安，我想想可以说什么？这套头发实在不太感兴趣。当初以为这个吉他染色会比常驻那套还要好染，但好像就好的一点点，哈哈哈。这套没记错，应该是主线那个绿头发的女生的衣服，但是为什么不用那个头发？这就要问我们神秘的荔枝喵了，呵呵呵。然后这套本身衣服我是觉得蛮修身的，不过袖子是粘一起的，手套只有前段那个小手套，我也是搭这套才注意到这套其实跟熊猫有关，所以跟熊猫有关的第一套不是雄兔5星，我怎么还没做完啊？开始有苦哈哈的感觉了。然后对了，这套也是从大神的衣柜摸出来的，又是感谢大神的一天。